有姊妹同我講啊，蓮姨啊，你再攞條假手鐲嚟鑑定俾我哋睇下係點樣㗎。蓮姨嘥咗幾廿蚊買條 B 加 C 嘅手鐲嚟鑑定，鑑定完之後你中意嘅攞去玩啦，但係唔可以攞去呃人。哇，用紫光燈照落去好離譜嘅熒光反應啊！摸完都要洗手啊。嗱，呢個電子秤同呢個水樽已經準備好啦，而家歸零，然後用針線係咁吊起個手鐲佢，然後輕輕咁放入去，放到落底。嗱，呢度41.9，用計算機撳低41.9，攞起嚟懸浮喺水嘅中間16.1，然後除以16.1，等於260。呢個鑑定就做完啦。呢隻 B 加 C 嘅手鐲咧，蓮姨都冇咩作用噶啦。你哋邊個想要嘅，攞去玩啦！嚟，姊妹們，我做咗30幾年翡翠啦。你哋有咩唔明白嘅，即管嚟搵我，我話你知。記得點讚、收藏、分享俾更多嘅姊妹睇。